这就是1000度的碳。清脆声敲得响亮，被长炭做的琴是炭雕博物馆的珍藏，让大家敲敲打打、寓教于乐的美意，却不敌游客的破坏力。本来在这早期是有开放让民众试敲啦，可是，在试敲的第3天通通被敲断掉。馆长何松元满口惋惜，惋惜的还有炭在生活中的地位，只让人联想到烤肉而已。黑漆漆的炭有何引人入胜之处？何松元有自己的逻辑。你们为什么要那么爱炭？因为炭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因为炭在早期我还没来博物馆服务之前，我的认定也是，它就是黑黑的烤肉能够用。那当下来到这边，觉得说，为什么炭它可以扮演着厨师跟除臭？还要闭眼证明乎？日本的备长炭其实就是中国早期的白炭，唐宋时期皇帝御用，后来才让技术流传日本。琳琅满目的炭雕艺术品，证明炭不只是燃料，也有它的风华。炭已经不再是我们古代想象的黑黑的烤肉用，它已经慢慢的跟人类的生活越来越接近。馆内最受欢迎的是这叠炭钱，取其台语谐音，要让游客们赚大钱。而原来木炭超过800度时能导电，各项科学教育实验，何松元要让大家知道炭的妙用。请你先拿着。欢迎哈一哈，吓我一跳，为什么有火花嘞？不是这样，这个不用怕，它不会让你电到。为什么？因为碳它本身就是碳元素，那电流走捷径，所以你不会被电到。一群爱炭的人成立炭雕博物馆，丰富炭的风貌，期盼各式炭制品深入生活触角，变得更有价值。欢迎来哈一哈，唔是讲。欢迎来哈一哈，唔是讲。